再来看，面对低出生率甲超高龄社会这两大挑战，卫生福利部今仔宣布讲，要开41第12间保利病院成立14间长照机构，要提供1900床的长期照顾的服务。未来长照3.0嘛，按时要开放补助中风、癌症末期的病人，上紧115年实施。 台湾每年伫咧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成，相当是每100人都有20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。医疗甲长照需求恐惊会快速增加。卫福部13宣布，要开40亿，第12间保利病院成立14间大宿舍长照机构，预定118年完成，差不多会当提供1900床的长期照顾服务，都是长照3.0医疗甲照顾合一的目标。除了原来有的这个住宿型的护理之家，那还有这个日间照顾等等机构，我们在这个住宿型长照的部分，一共有14间医院2000床的这个床位，来照顾未来这个老年人口的需求。 卫福部表示，咱国为106年开始实施长照2.0，服务对象包括65岁以上失能老人、55岁以上失能原住民、50岁以上失智症患者、失能身心障碍者，也加日常生活需要别人协助的独居老人，也是身体较懒的老人。经过评估，符合失能等级。 第2级至第8级的人，未来长照3.0，除了本来的服务对象，也搁计划甲脑中风、癌症末期的患者，有得到永久居留权的外国籍专业人士，也是中阶技术人力加纳入。 如果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中风个案，那他不见得有取得身心障碍证明，他们有提出说，可能这一类型的个案，也许也会有一些人有长期照顾的需求。 长照司是讲，目前也搁伫持续收集外界意见，所以无法度推测适用的人数。整体财务冲击也需要进一步评估。预定明年6月会将整体长照3.0的计划提报行政院来审议，经过核定了后，一定后年115年来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